今日同大家講單好少人知香港殖民地時期極罕見嘅舊聞，就係中環舊美利樓鬧鬼事件。當年港英政府仲專門使公帑請佛教高僧入大廈做法事超度冤魂。呢件事並非亂傳，係有官方檔案同舊報紙可以查證。美利樓1844年起好，一開始係域多利兵房嘅軍官宿舍，石牆又厚又實。成座充滿維多利亞建築風格，不過最陰森嘅係日佔時期，呢棟樓變成日軍憲兵總部，入面整咗好多囚室同刑場，好多抗日志士同無辜平民拉咗入去拷打、處決。粗略統計，枉死喺呢度嘅人超過4000。當年除咗醫院之外，呢座大廈係死得最多人、最陰寒嘅地方，積落極重嘅怨氣。二戰打完之後，美利樓就改做政府辦公大樓。去到60年代，差餉物業估價署搬入去之後，各種靈異。政府一開始都係用西方做法，請基督教牧師、天主教神父入去做驅邪儀式，但完全冇用，靈異情況一啲都冇改善，鬧鬼嘅傳聞仲越傳越大。為咗安撫職員同市民情緒，港英政府做出一個極罕見嘅決定。正式動用公帑，邀請本地知名高僧帶領僧團入大廈舉行大型超度法事、誦經、燒衣，希望化解積聚多年嘅怨氣。當時仲有電視台到場採訪，一時間成個香港都熱議呢件事。當時好多市民都覺得好不可思議，一個一直奉行西方管治嘅殖民地政府，竟然公開資助佛教儀式，專門處理政府大樓嘅靈異事件。呢件事喺香港歷史上面真係極之罕有。去到1982年，原址要拆卸起中銀大廈，拆樓工人喺施工期間都多次撞到靈異情況，政府唯有再安排簡單嘅祈福儀式。成座大廈3000幾件石構件，當時全部逐件編號保存。18年之後搬去赤柱重新組裝重建。就係而家大家見到嘅赤柱美利樓，當年高僧超度嘅往事，加上大廈淪為日佔刑場嘅沉痛歷史，一路流傳到今日，成為香港最經典嘅都市傳說之一，亦都足以見證二戰帶嚟嘅深重創傷，深深留喺舊一輩香港人嘅記憶入面。